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尚餘10秒稱。但去到絕境，腎上腺素讓身體急甦醒，信念堅定。人生裏難事是練成，然而敗北仍可給口氣走遠的再拼。因此當你跌低，記得輸了某局別要輸心境。坐定等效忠，非你本性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極難免。你尚有權10倍自主，別氣短，來重拾你身體碎片。砌更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。你最迷人的性格，源自你被擊倒的那天，起身再戰。